国搁再发动全国示威，抗议退休改革法案。示威者牵汽油弹、乌白放火，致数百外警察受伤。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这礼拜六加冕，到时会请音乐家乔治六世加冕亲过黄金长满。树梢身躯顶发现一种细菌，会当控制其他病菌，未来可能摕来制成抗生素对抗超级细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访问美国，甲拜登会谈了后，发表联合声明，讲国际要安全、要加野，就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伊嘛强调伫南海的航行自由。外界认为这是咧甲中国展现美国甲菲律宾会徛做伙。去访问到即届行程是要带予中国什么款的信息？伊敢若笑笑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访问华府，伫初一甲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会谈，这嘛是菲律宾领导人10年来头一届访问北京。双方会后虽然无召开记者会，不过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讲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讲这是全球安全繁荣真重要的元素，嘛强调伫南海航行自由的坚定承诺。The United States also remains ironclad in our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Philippines, inclu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hilippine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goals. To strengthen and to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and the roles that we play in the face of those rising tensions that we see now.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sia Pacific and Indo-Pacific. 小马可仕一直强调讲，现在时的印太地区是目前全世界上界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必要找到方法来强化东亚关系。这届会谈展现美菲团结，有想要甲中国传达美国真拍拼甲附近的盟友合作。而且伫小马可仕访问美国进前，有一只中国海警船伫南海甲一只菲律宾的巡逻艇砸落来。地数这两只船是险险啊相撞，引起中菲紧张的情势。China Coast Guard 5201. This is Philippine Coast Guard vessel. 路透社指出，真侪菲律宾人对中国伫南海的举动是感觉真失望，愈来愈支持对北京的态度都爱打抗压力。小马可仕嘛为演过前总统杜特地亲中的路线，转向是靠近美国。最近中国对美菲防务关系发展是愈来愈无客气，中国驻菲大使黄启仁。中国月阁批评菲律宾无应该支持台湾独立，去用看作是一种威胁，嘛想要干涉台海事务。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确定5月初7要去南韩访问，这嘛是隔5年才有日本首相去南韩。岸田文雄希望元首互相访问，加强两国信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伫南韩生囝要甲饲到18岁，大约爱开830万台票，是南韩 GDP 的7.8倍。请用囡仔的成本排全球上悬，按照第2是中国。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民调有62%的民众认为查尔斯3世会成做一个好国王，这凭去年3月民调，敢若4成支持是好真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编剧工会有11000外的成员罢工。抗议薪水上低，恐惊会对迪士尼、Netflix 这寡业者造成严重影响。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财政部长警告，若准国会唔有关债务限制，政府资金上紧6月就会开了，到时就会严重违法契约，无法度照片照行。伊希望国会紧想办法解决。昨暗5月初1是劳动节，这个国家的劳工团体拢发起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改善劳工的权益。法国因为顶个月政府强制通过退休改革法案，把退休的年岁延到64岁，互民众是真愤慨。伫劳动节这天，做伙上街头抗议，示威者批评政府这款做法背书独裁政权。根据法国内政部公布，5月初1这天有80万人出来抗议，国内世界乱吵吵，有示威者是牵汽油弹、乌白放火，这就致数百外的警察受伤。啊！那其中一个警察是规身躯着火，伤势真严重。去
手段直接伫顶部队伍内底爆炸，有几多个警察维护封闭，远景身躯导火伫涂骹林。法国5一劳动节的气氛真激烈，反年界民众伫全法国四界抗议，有部分人的情绪失控，用汽油弹、炮啊、甲棍啊攻击警察。车路的铁马嘛，互人拖去路中燃烧，嘛有铁马的停靠站煞互人放火，火嘛炭到附近的建筑，现场规个拢烧去。法国初一搁再发生反年界示威，包括首都巴黎、里昂、南特这大城，拢有几多万的民众上街路。敢若巴黎就有11万人示威。Ah mais la suite, tant que la réforme ne sera pas retirée, on continuera. Donc voilà. Moi je suis plus déterminé que jamais. Macron, 4 ans s'il faut, 4 ans on y va. Pas de problème, je suis là. Et on sera encore nombreux à être là. 这是全法国主要8个工会头一届联合做伙示威。法国内政部估计，初一天至少有80万人抗议。工会是表示，全法国至少有230万人上街路。这民众伫街路甲警方对立，互各大城拢真乱。法国内政部是讲，初一即天拢总掠到将近300人，超过100外个员警受伤。马克宏推送年金改革引起真大的反对，尤其是动用宪法法条，无经过下议院投票就直接通过新法，将退休年纪为62岁提高到64岁，这引起社会不满。虽然马克宏内阁国会的无信任投票复甲再无过，宪法法院嘛裁定延后退休符合宪法，不过马克宏个人甲政府的形象受到重伤，支持度大幅度降低。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英国这礼拜六5月初6要举办国王查尔斯3世加冕典礼，自女王伊丽莎白2世加冕到今，过70年才去举办，政府是真重视。加冕煞到迄礼拜1会报销假日日。若前一阵才写册批评王室的哈利王子嘛确定会参加，不过伊的看守梅根都无要去啊。讲到这国王加冕，有3项物件是上界眼目。第一就是国王的王冠有2公斤遐重。顶悬有控447粒的宝石。第二是加冕做的椅仔，已经有700年的历史啊。第三是国王加冕结束，会坐这台黄金马车游行转去白金汉宫。这届典礼有真侪王室的马将拢真期待，即阵都已经有人伫路边过暝，就是为着要抢到上好的位观赏典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去年9月过身了，担任王族70年的查尔斯3世继任国王，象征性的加冕仪式将会伫5月初6进行。有王室迷伫咧白金汉宫外口大步旁排隊。It's one of a lifetime seeing a coronation, and I'm ver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God save the King, and all the royal family always. God save the King. I mean, he's been practicing for so long, hasn't he? Really. So yes, I think he'll be a good king. 王室也展示加冕仪式要穿的珍贵服装。查尔斯国王迄天会穿有200年历史的传统服装，首先是1911年乔治5世加冕典礼制作的黄金长袍，顶头有正幼的金刚刺绣，外口还会满一领帝国的大袍，这是121年为乔治4世国王所制作的。So both the super tunica and the imperial mantle were last worn at the coronation of Queen Elizabeth II on the 2nd of June 1953, so they haven't been worn for 70 years. 不过，伫咧金光闪闪的加冕仪式了，等待查尔斯国王的是各种困难的挑战。有分析讲，查尔斯国王过去对气候变迁甲农业拢真关心，不过王室毕竟是象征性的，所以以后政府若是搁大量使用石化燃料，伊也无再了管。而且查尔斯真爱对各种议题发表伊的看法，这甲伊丽莎白2世政治中立路线无同，怎个认为安尼真冒险。You know, we very rarely heard the Queen's opinion on anything over the 70 years, and I think that was on purpose, and I think it was very effective. You know, she never spoke for the institution in various ways, and it also meant people could put whatever they wanted onto her. 有分析讲，已经过身的伊丽莎白2世，已经拢是王室人气上悬的代表人物。伊过身了，民众对王室的支持度降伫咧下降。这也是查尔斯国王甲卡米拉王后，甚至是威廉王子甲凯特王妃所来拄到的上大难题。公司新闻陈有平编译。来看泰国5月14要举办大选，支持度较悬的为泰党的总理候选人毕东丹，伫选举进前2礼拜生一个后生。人讲娶某前生囝后有好日运，目前毕东丹的民调有维持领先。不过选举的制度对军政府来讲较占赢面，所以选情会安怎变化，要搁真歹讲。
伫咧网络顶放拄则出示囡仔相片，37岁为泰党候选人贝东丹选前2礼拜生第2胎，翁仔某2个人拢真欢喜。贝东丹是即马为泰党3位总理候选人内面上有机会选调的人选，甲前进党候选人皮塔伫咧民调拢是败前2名。不过为泰党维护王室的立场，和学院派人士批评，因国家支持前进党主张会修改侮辱王室法，这点也是2个党适人会当选调的关键点之一。ให้เกิดก้าวเปลี่ยนครับพี่น้องก้าวเปลี่ยนอันนี้เป็นก้าวเปลี่ยนแบบ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ที่ไม่เคยเกิดขึ้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มาก่อน贝东丹的老爸甲阿哥分别是前总理戴克辛甲英拉，2个人拢互前军方的势力赶落台，到即马搁流亡海外。反对人士就担心，若贝东丹当选，戴克辛有可能会返来泰国，进一步造成政局的混乱。不过贝东丹几多遍强调，伊参选甲戴克辛是毋是返来泰国无关系，也无甲军方做任何协议。คิดว่าแกนหลักของ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คือ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นะคะไม่ใช่ตัวเองหรือว่าตัวเอเดนว่าที่ทุกวันนี้เนี่ยยังมีคะแนนของพรรคเนี่ย泰國這邊選舉大約有5200萬合格選民，將會對63位候選人內面選出新總理，並且改選眾議院500個席次，其中400席是公民直選，另外100席依照政黨得票的比例來分配。雖然這種選舉制度對大黨有利，不過參加選舉的政黨真多，敢若一個政黨要摕到過半數的席次有困難。另外，無論是適人摕到總理的上濟票數，也無一定會當得到國會的支持。根據泰國2017年頒布的憲法，250席參議員攏由軍政府委任，總理才經過2院，總共376位議員同意，才會當上任。公視新聞牛間編譯。來看巴西違法採礦烏金仔的人真濟真搶手，唔但損斷污染的生態，嘛侵犯原住民保留區。總統盧拉上任了後，就講要嚴格抓一寡違法烏金仔的人。頂個月雙方就起衝突，造成一個原住民甲4個工人死亡。在巴西北部羅萊馬州的亞洛馬米原住民領地，是巴西面積上大的原住民保留區，當地一直受到非法採礦者的入侵，非法採礦使用的水銀造成的水污染，影響原住民社區的食品安全甲供應。地區幾百個囡仔甲老人，在過去這4年來，因為營養不良甲心血管相關的疾病來死亡。左派總統羅拉上台以來，一直真拍拼處理非法採礦的行為。原住民部的資料指出，入侵保留區超過2萬的採礦工人，差不多有8成都已經被趕出去啊。不過，剩的還是大金額在抵抗。頂個月29的武裝衝突事件，造成一個原住民，也有至少4個非法的礦工不幸死亡。原住民部的部長瓜哈哈拉隔兩天召開記者會，講絕對袂容忍犯罪行為，會更加拍拼把非法的礦工趕出保留區。無排除會派出武裝部隊來做驅離。Agora, o Estado não pode insistir em permanecer, apoiar ou incentivar a presença, a permanência desses garimpeiros no território Yanomami, porque acho que o Estado não pode ter como principal atividade econômica. Non, monsieur, non, non, vous n'allez pas vous coller au plateau, c'est pas vrai. Oh, mais sérieusement. Oh là là, oh là là. C'est la honte, c'est une honte, monsieur. Vous prenez en otage une émission démocratique. 舉行辯論直播會時陣，雄雄有一個環保團體反抗滅絕的成員，召集主持人的講台頭前，無講無答，都用真強的鼓仔，甲家己的手黏佇講台頂懸。主持人是起一個甲現場的節目發動點，伊後壁的觀眾嘛大聲喊叫這個抗議人士離開。不過，這個穿烏衫的示威者，也是一直透過現場的麥克來傳達伊的理念。一直到工作人員找到工具，把伊的手刷離開講台，30個人用鋼的才把伊強制拖離開鏡頭前。辯論會才有法度正常來進行。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安那東非的蘇丹軍隊爆發內亂，小戰半個月也未停。聯合國講，戰爭到大已經超過7萬個人逃難，走去附近7個國家，而且人數恐驚會增加到80萬人。抱囡仔揸簡單的行李，行去安全的所在。東非國家蘇丹爆發內戰已經半個月，地主濟濟民眾攏離開。聯合國冊指出，到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7萬人走去附近的7個國家，但係人數還佫持續佇咧加懸。In consultation with all concerned governments and partners, we've arrived at a
planning figure of 815,000 people that may flee into the 7 neighboring countries. 聯合國警告，蘇丹有1/3的人口，也就是要160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情勢若是無法轉好，恐驚會演變做全面爆發的災難。國務議長都愛離開故鄉的人真需要人的幫助，不過嘛有人是想要走嘛走袂去，因為若離開首都喀土穆，都唔知會當去倒位，嘛唔知要安怎來照顧一家伙仔。這個剃頭師就是其中一個。لازم اشتغل عشان اقدر اكل واقدر اشرب يعني السلع زادت في زياده ويعني اي حاجه زايده لازم انا اشتغل يعني بجي اشتغل لي زي ساعتين 3 واقفل لانه البلد ما امنه ما في يعني اي حاجه 走袂去，佫要想辦法來生活。因間來當忍受去流彈受到的危險，逐工冒險出門做工課。لازم زول يقعد يطلع ما في أكل لا في شراب لازم زول يقعد يطلع الشارع عشان يقعد يأكل عياله ويشربهم لو قلنا احنا نمشي وما في حاجة ذاته يسفر زول ما في 嘛有人離開首都了後，佇外地無法度轉食，國務議長就愛佫轉去喀土穆。雙方交戰幾啊屆話停火了後，又佫違反協議開戰。地處喀土穆到今一直傳出槍聲甲爆炸的聲音。無辜的百姓希望停火的願望，唔知影就愛等到佇當時。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樹蛇這款動物動作真慢真優雅，看起來就真趣味。不過你敢知影，因身軀頂的毛有袂少細菌甲微生物，咱人餵着可能會破病。不過樹蛇煞是袂去感染着，實在真神奇。有科學家發現，是因為樹蛇的毛有一種細菌，會當產生抗生素，控制其他病菌。研究人員表示，樹蛇身軀頂這款特別的細菌，未來有可能摕來製成人類會當用的抗生素。對抗一寡抗藥性愈來愈強的超級細菌。樹懶也動作真慢，伫咧樹仔頂慢慢掃，食物件的時陣也真優秀。因生活伫咧加勒比海叢林的樹仔頂，也是哥斯達黎加悠悠哉哉生活的象徵，吸引真濟觀光客。即馬哥斯達黎加的研究人員亦個發現，樹懶身軀頂的毛內面可能有會當產生抗生素的細菌。Porque nuestra hipótesis efectivamente es que en el pelaje de los osos perezosos existían microorganismos capaces de producir antibióticos que permitían regular la presencia de patógenos en el pelaje. Esa era nuestra hipótesis que afortunadamente en este caso podemos decir que la logramos comprobar. 研究人員講，樹懶葉毛內面有真濟昆蟲、藻類、真菌加細菌等微生物，其中有一寡可能會造成疾病的風險。不過因為樹懶動作真慢，所以意外未受感染。有一份刊登伫咧環境微生物期刊的研究發現，樹懶葉毛內面可能有一種會當產生抗生素的細菌，幫助樹懶控制潛在病原菌的增生，或者是抑制真菌生存，可能會當摕來對抗愈來愈嚴重的超級細菌。We've never received a sloth that has been sick, that has a disease or has an illness. We don't know if it's because they have this beneficial bacteria in their hair. We've received sloths that have been burned by power lines and their entire arm is just destroyed, and there's no infection. 研究人員自樹懶的皮毛樣本內面已經確認20種可能的微生物，一個等待深入的研究。在過去，人類就用同款的方式發現抗生素來對抗地面的細菌。不過因為過度使用和濫用，造成抗生素的抗藥性問題惡化。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到2055年，抗生素抗藥性每年恐怕會造成1000萬人死亡。公視新聞鄭慧玲編輯。感謝你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陳怡真，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